如果你有留心，你會發現，其實喺呢個三維世界入邊，一切都只係相而已。比如負債、分手、痛苦、焦慮等等，其目的就係為咗俾你去體驗，而呢啲體驗嘅相帶俾你嘅感受。當你體驗咗之後，真正接納咗啦，所有嘅相自然就會自動消失。相反，如果你抗拒，你唔接納，就會延長你體驗嘅時間，加深你體驗嘅痛苦感受。所以喺你心入邊唔能夠接受嘅事情，佢就會一片一片咁樣反反复复嚟到折磨你、消耗你，直到一日你跳出小我，讓自己成為一個覺知者，站喺身外看住自己嘅經歷，允許一切嘅發生，睇見、體驗、接納、放下，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去通關。有一啲折磨就係必須要經歷嘅，有一啲人同埋事情突然出現，就咗為你上一課，打破、打碎你心入邊嘅固有執念，然後再重複。只有咁樣，你先至能夠不斷咁樣升級自我，完成呢一世嘅課題體驗。